大家好，我知大家每日都好忙，但係呢，有冇試過發現自己明明好眼瞓，但係對手都係會不自覺咁撳開個手機，煲劇、打機、碌社交媒體，碌到天昏地暗，甚至乎連身邊嗰位最重要嘅人叫你食飯同你傾偈，你都只係疑疑我咁應付過去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傾嘅話題，上癮。點解一啲習慣或者娛樂會慢慢變成一條無形嘅鎖鏈，鎖住我哋自己，甚至整傷埋同伴侶嘅關係？我哋一齊嚟探討下。等我哋嚟認識下阿明啦。佢同好多打工仔一樣，朝九晚六，放工返到屋企，成個人好似散咗咁。佢每日咧都有一個固定程式嘅，一坐落張梳化就不停撳手機，打開嗰隻玩咗好耐嘅手機遊戲。客廳盞燈好光，但係屏幕嘅光仲光。佢嘅伴侶小美咧就喺廚房忙緊，整緊佢中意食嘅嘢。飯台擺好咗，小美叫佢過嚟食飯。阿明張口就答嚟緊，但係個身喐都唔喐。週末本來話好去行下山，結果阿明又係拎住部手機，由朝到晚，因為佢覺得打機係成日唯一完全屬於自己可以放空嘅時間。但係佢冇為意到隔離房睇緊電視嘅小美有幾咁靜，幾咁無奈。有一晚係佢哋拍拖紀念日，小美好有心機煮咗成台餸，仲特意着咗件靚衫。但阿明呢，就因為遊戲裏邊有一場好重要嘅公會戰，點知一場接一場，完全唔記得時間。等到佢終於抬起頭，已經過咗成個鐘。飯台上面嘅餸凍咗，小美對眼紅咗。小美忍唔住流住眼淚，話覺得阿明嘅心裏面已經冇咗佢嘅位置，好似同部手機過世就得啦。阿明嗰刻先至如夢初醒，內心充滿愧疚，好想改。但係好諷刺嘅係，第二日返到公司壓力一大，佢隻手又好似有自己思想咁，撳開咗個遊戲圖示，甚至夜晚瞓唔着都會偷偷地起身玩。呢個人好似一個黑洞，唔單止吞噬咗佢嘅時間同精力，亦都將佢同小美之間嘅信任同親密一點一點咁吞噬埋。咁係咪就冇辦法呢？有一個好簡單但係好有效嘅心理學概念，叫做靜觀或者叫正念冥想 （mindfulness）。呢個方法係由一位叫喬卡巴金 （John Kabat-Zinn） 嘅學者帶起嘅。佢個核心好簡單，就係叫我要有意識咁停留喺當下。即係話，當你手痕想打機、心癮起嘅時候，唔好即刻責怪自己，亦唔好即刻跟從個衝動，反而你可以停一停，深呼吸一打氣，好似一個旁觀者咁，好奇咁觀察自己個心。哦，原來我而家覺得好大壓力，原來我而家好悶。你唔使批判呢個念頭，就只係觀察佢嚟，然後睇住佢走。呢個小小嘅停頓，就係俾你大腦一個空間攞翻個選擇權。方法唔複雜，每個人都可以試，每日用幾分鐘就得。阿明呢，就抱住一試模仿嘅心態開始咗呢個練習。每次手痕想掂手機，佢就真係逼自己停低，感受下自己個心跳同呼吸。佢發現原來好多時想打機呢，係因為工作上遇到難題，想逃避嗰種焦慮感。佢學識咗同小美坦白話，我其實壓力好大，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陣？小美見到佢嘅坦白態度都軟化咗，佢哋有咗個新約定，每晚食完飯落樓下公園散散步，傾下無聊嘢。漸漸地，阿明發現同小美傾偈帶嚟嘅放鬆同快樂，竟然實在過遊戲裏面虛擬嘅勝利。1個月後，阿明打機嘅時間少咗一大半，唔再係因為癮，反而係因為有咗更好嘅選擇。佢同小美之間嘅笑聲多翻咗嗰種一齊面對問題嘅感覺，令佢覺得自己終於真正翻咗嚟呢段關係裏面。咁所以話上癮最難對付嘅地方，唔係嗰個行為本身，而係我哋對自己內心嘅冇覺察。當你願意停一停，溫柔咁望入自己內心嗰個黑洞，光就已經開始照入去。記住呢一句，覺察係鬆綁嘅第一步。當你睇見條鎖鏈，你已經揸緊開鎖嘅鎖匙，
呢把鎖匙咧，可以幫你揾翻自己，亦都幫你守護住你最真實嘅關係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一齊飲啖湯，暖翻自己。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。拜拜。